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8月26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航空产业发展是咱国未来重点发展的项目之一。即马当咧积极培育相关的人才，尤其是生态航太相关科系，受到国防部高度注意。上午因来到生态，召开航空产业发展论坛，甲教授以及学生探讨较侪航空业的未来。航空产业发展论坛上午伫生态国际会议厅举行，目的就是希望运用国防部所拥有的经验，甲学界教授以及学生做交流，提升台南航空业未来发展。我们都知道，成功大学在学业基础上来讲，尤其我们航空产业在航太所呢，它是责无旁贷、直牛耳的角色。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里举办论坛？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振兴我们台南地区的航空产业未来的发展。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航太所的学生，今天他们在做我们的宣誓，可以让他们看到他们的未来。市长也表示，航空产业将会代表台南，甚至是代表整个台湾，成为新经济的重要环节。那这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这个产业这个升级不够，又或者呢，我们只在传统的产业上面去努力其实在新经济的产业上面我们还有在加强。所以蔡英文总统会高票当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未来台湾的新经济有一些蓝图包括了绿能产业、生物科技产业也包括了精密机械，都是亚洲矽谷。另外一个就是国航工业所以国航工业它肩负着台湾新经济的一环。国防部高度重视航空产业发展，也将规划台南一个过去的航空产业中心再次投入开发，创造出较侪商机。台南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为了提升南台湾各产业创新产品的成果，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已经连续5档甲台南市政府合作，举办新产品发表商机媒合会。今年伫咧会中总共展出32项产品，使人大开眼界，充分展现中央甲地方合作的典范，和商机无限。第三关学研等在地资源共同的支持，来自22间优秀中小企业甲4间科技大学所展出的创新成果，包括绿色能源、生物科技甲智慧生活等领域，大大提升了产业的竞争力。发表会中，市长赖清德立委叶宜丁甲经济部中小企业处乐意了解相关的产品，支持产业升级创新的关心。OK。那这样子讲话，这样子讲话，对，那声音就会从这边出来。但是它如果不接触到我们皮肤的时候，它完全不会有声音。这声音就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声音的震动，所以只要锁骨讲话了。其中研发3档外，采用塑胶取代原本金属所做的灭火器，不但透明公开，而且当看到内部的大粉，卖当中后来使用，已经取得全球专利。我们的传统灭火器呢，它是金属的材质。那因为金属的材质啦，它就会因为你的压力一直存在那个瓶身里面，然后导致于那个粉会有结块，然后会有泄压的风险。好，那我们公司就是基于这样子的考量，所以去设计一支透明的灭火器。那这个透明的灭火器呢，它最主要就是让我们使用者他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到灭火器里面的一个粉的一个状态。好，那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它是非常的简单，然后又方便，然后使用完之后又可以回收再使用，所以对于这个环境啊，对于这个地球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另外，因应伫飞行手机普遍专停由台湾家己制作的行动电源，不止充电放电的效能，通过严格检测，安全有保障，造型嘛创新美观。目前只透过网络促销，商机无限。那我的产品最大不同是，第一，它100% made in 台湾。那第二呢，它呢，那个电池芯呢是有跟工研院的一个安全材料的合作。那它呢，防止就是安全性很高，它不会爆炸，不会燃烧。OK， 那再来就是它的设计轻薄短小，非常易于一手掌握使用。对，那我们觉得说，在台湾能提供给这么重要的行动电源产品一个安心还有高性能的一个产品，那我们觉得也非常的与有荣焉。经过了解，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对民国96年就开始成立类似的产业媒合平台，到达已经出现数十亿的合作商机，所以嘛欢迎有意愿伫技术、行销甲资金合作的企业，会当进一步洽谈。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新学年度后礼拜将要开学，为着要防止天狗咧流行。副市长严顺做上午特别巡视校园准备的状况，另外一方面也呼吁环境维护爱确实，同时也希望正确防止天狗咧疫情的观念，伫咧开学以后会当宣导到每一位学生的厝内。每一当9月甲10月是天狗节流行的高峰期，为了避免去年台南天狗节大流行。副市长严顺做上午特别带领环保、卫生甲教育单位实地巡视校园防疫工作，希望伫后礼拜开学以后，提供学生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其中为伫永康区的胜利国小，因为周边也有平安市，就算校园防疫做了真好。副市长嘛希望当将这种正确的防疫观念落实到社区。今年的这个胜利国小的校园防治的是还不错哈。都看的是非常满意的哈，可以说这个老师跟校长跟整个一个学生都是非常用心的正确的观念哈。但更令我惊讶的是，我在演讲当中提到的点，我们许校长呢能够把它加以应用了。就我说碱性的水沟哈，基本上是比较不会长决绝哈。校长甲教育局副局长陪同。一家人巡遍校园每一个角落，不管是排水沟、操场周边的生态池，甚至幼稚园的便所马桶，一点仔拢袂当放松。这个厕所的水一定是放1个礼拜了，那都是干净的、不流动的。那如果在传染登革热的时候，如果有斑纹把这个下在这里面的话，就很容易生结节。所以我今年特别强调说，校园里面的这个厕所的便口都特别要注意，都1个礼拜呢。要把它按1次水，按这个水，1个礼拜按1次哈，所以我都希望说他们在礼拜5下午通通都按1次水，把这个冲掉就可以了。副市长强调，甲去年同期比较起来，今年到目前15例，其中13例是去年网糖所延续落来，境外移入2例。不过，以东亚流行的趋势，副市长烦恼境外移入严重性，加上兹卡病毒，所以市府今年防疫目标就是决战伫境外，而境内部分就是组织网糖助生来清除助生源。电新闻林根采访报道。76岁阿美阿嬷对49岁开始就得到癌症，一直到今年的8月份。总共得到8种无同款的癌症，相当罕见。27年来，伊靠着对医师的信任甲坚强的宗教信仰渡过难关。伊的第一任主治医师吴明和肯定伊就是生命导师，乐观接受治疗的精神，对癌症患者来讲是真大的鼓励。住在台南的76岁阿嬷，27年前诊断出肺癌以后，连续地患着膀胱癌、皮肤癌，一直到今年8月，佮传出为气栓癌。阿嬷虽然27年来总共甲7种癌症做伴，不过靠着对医生的信任甲坚强的基督教信仰，一关一关过，乐观面对病情来治疗，认为真侪代志笑笑地过，无啥物好惊。啊，过来我就讲安尼啦。上帝嘛是甲你着去用看，啊嘛是着爱食药啊，啊嘛着含医生配合啦，拢爱啦吼。
啊，要安怎鼓励？阮的上帝主要说吼，人民人和平的大啦，系啦，咱人拢无恶白做吼，人民人和平的大吼。下年市立病院长吴明和就是阿嬷27档前的主治医师，27档后阿嬷再出来找治疗。院长都要肯定阿嬷是生命的导师，嘛认为伊的经历都来当互癌症患者有真大的鼓励。目前嘛将取得伊的基因检测来进行研究。很重要的就是能够得到7种癌，最主要就是能够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让他的生命能够能够延续其实是蛮有意义的啦。就是这些癌症可能都是原位癌，那到底基因上或者是跟他的环境，包括还有他的饮食，还有其他的外来的因素有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就是要打算说，把它每一次切下来做基因的检测。根据市立病院查证表示，阿嬷的7种癌症彼此之间的关联拢无大，开始真正罕见。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19位身心障碍学员虽然行动不方便，不过经过3个月职业训练了后，所展示手作的绿色栽培作品，拢充满创意。上5学员除了展现学习的成果，也要将所有的作品来义卖，要来帮助较侪有需要的弱势，让人相当感佩。会下新疆朋友的特性所开发的园艺栽培，拄好应用现在就业市场的流行，而且所有作品学员拢是对零开始来学习，以绿色食物的栽种开始，延伸到创意应用的时间，以及检测盆栽适度的产品等等，除了市场上的接受度真高，嘛互因加了设计开发的一技之长，收获满满。学很多啊，这一种啊，我们都是平常都无想咧做的啊，所以拢迄个我会当做这样，感觉袂歹啊。我在这边学到了很多的一些手工艺，还有一些那个多肉植物对植物的认识，还有栽培种植，所以说觉得收获还蛮多的。学员接受3个月职业训练，都来展现成果，而且更加难得的是，学员阁要将作品义卖所得，要来帮助劳工家庭的帮扶增收。这款弱势帮助弱势精神，嘛互劳工局长表达欣慰。我们就很高兴，虽然我们的身障朋友他有能力来参加执行班，他也把这样的一股力量捐出来，帮助我们弱势，来帮助弱势的部分，这是我们台南市现在帮助这样弱势房屋修缮，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事情，也响应市长这样的一个志的公益向善的部分，共同来打拼。身心障碍朋友的生活需求虽然较特殊，不过同款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开发，会当开发出属因家己生涯第二春。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协进国小为着要欢迎1年新入学的学生，伫咧校长的带领之下，以扬帆起航、遨游书海为主题，办理新生欢迎会，分7个阶段，让小朋友准备好迎接学习的旅程。今年才刚入学的1年学生，伫咧家长的带领之下，来到协进国小，对老师手中领取学习之奖，翕下家己纪念的一刻。
也伫咧校长的带领之下，将迈向合适的路程。一寡小朋友拢以满满的笑容，非常欢喜下起精美造型的糖仔，象征未来伫咧学校的时光会当丰收满满。主要透过给孩子一辈子的第一次入学的一个仪式，那我们透过我们协进传统的五条港文化，那透过扬帆起航、遨游书海这个主题，希望孩子能够传承以前的传统，然后承造未来，然后让他在这个书海里面去遨游、去探索，主要是这样的一个用意。在咧欢乐的气氛之下，协进国小将带领着一寡1年小朋友迈向知识的大海，开启因学习向前的人生旅程。咱新闻就采访报道。对于这边退伍以后，就投入分岛这个行业的头家林青山，至今已经30多档。店面也对原本的国华街搬迁到友爱街，也见证了这个行业对70年代上界流行的时阵，至今渐渐衰退的一段历史。一间小小几平大的店面，摆放了侪侪无同款造型的分岛。对少年时阵就投入这个产业的林青山头家，对金门退伍回来了后，就开始帮人修理手表、赖达。因为发现分岛这门生意有商机，所以投入去做，一做就是30多档，也见证了这个产业的兴起甲衰退。读到国中就放弃，不能再读高中了啊，就先学习钟表，然后后来再去研究学习打火机。这段期间了，对，我哥哥去当兵的时候，我就在做维修打火机、钟表之类的啊。然后这期间啊，我对烟本来都没有感受啊，也不想抽烟啊。然后是当兵之后退伍之后，2年嘛，我到过马祖、北竿啊，回来之后接触客人因为客人我就奇怪，他来买我的烟斗还有烟草。店内底分岛大部分是丹麦甲意大利所制作的，手工打造，用料实在。头家伫咧进货过程，佫会一支一支去检查，看敢有破损的小缺失。我要挑烟斗我是一根一根挑的看着很详细、很仔细的所以我为什么我要让我的客人来我这边，在我这边买的烟斗没有什么状况是好的。分岛伫咧过去是好野人的象征，但随着时代变迁以及新的电子烟出现等等的原因，即马愈来愈少人去接触熟悉这项旧时代产品。咱新闻网赵国博以采访报道。当初时由8位介意日本料理的朋友共同创立的料理店，为着要打破传统高单价印象，应用平均定价180块的价销，带动民众消费。即马进驻台南购物中心，开了台南的第1间分店，要让民众用亲民的价销，也当品尝到美味的料理。为了打破传统日本料理介绍，让人感觉较高贵，由北部一间知名料理鱼店，上午伫台南市开了头一间连锁店，同时嘛是该店对2009年开店以来第28间的分店。上午开幕式以后，该店店长嘛实地表演台语的功夫，吸引不少民众围观。我们走的是一个比较平实的价格，所以我们需要的真的是人流。不是一个比较高单价的，其实我们大概180块，我们人均大概在200块。那其实我们创造出来，人家常常在说翻桌率啊，我们曾经创过一个翻桌率，1天13次。那个桌子，我们一天营业时间只有10小时，我们是早上11点一直营运到晚上9点，我们中间都没有休息，是人轮流休息，店并没有休息。我们开幕的时候常常被人家有意见的地方就是鱼切得太大块了，不太好入口。这个我们很想改进，但是还是很坚持这个原则。
该店大部分集中伫台北甲新北市，即摆看过落水溪以南，业者表示，只要是看好购物中心的位置，希望用平实的介绍带动人流甲流量。伫开幕期间，只要能人消费并且选择指定的商品，就送手卷。电视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一名26岁男性皮肤疑似湿疹甲过敏的反应。使用外用的药膏治疗，却拢无路用。后来转到成大求诊，发现是痰状肉瘤状恶性肿瘤。一开始的侵犯皮肤，但随着疾病进展，肝细胞甚至的侵犯淋巴系统甲内脏器官，因为真容易会被当作是一般的皮肤疾病来诊断，所以必须要进一步切片，才会当确诊。蕈状肉芽肿好发伫成年男性，而且常常出现伫日头泡袂到的所在，因为甲其他皮肤疾病，亲像皮肤炎、慢性湿疹、白斑、大癣等等有类似的症头，所以真无容易伫一开始就被发现。一开始，这个病灶就是说我们在目前研究上早期，它就是一个平的，那它可能颜色会变深，像我们这病人一样，或是它颜色会变浅。就是说，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那它主要发生的位置就是在刚才所说的，它是在阳光晒不到的地方，躯干或者是背部。那在肢体近端也是偶尔是有可能。那它可能多发或是单发。那它一开始从比较平的病灶，可能到后来会慢慢有点隆起。那我们那时候称为斑块。那再更多一点、更大一点的时候，我们把它叫肿块。那甚至进展到最后，如果它都没有经过治疗的话，它有可能会变成全身性的红皮症。那也就是它，全身它可能到处的皮肤都已经被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的淋巴球给浸润。那这个是在皮肤的部分。那它在后期，它可能往下，就是说往我们身体比较内部进到内脏，或是甚至进到骨髓的那个部分，当然也是一个疾病可能到后期会发生的情况。医师指出，根据经验，早期蕈状肉芽肿在临床上并无容易正确诊断，而且因为患者进前已经在其他医疗院所接受过外用药物，也即是照光治疗，所以增加诊断的困难度，可能要接受切片才会当确诊，而且一旦确定，就必须依照病情的状况搭配治疗。前期的话，我们一般是以放射线，就是说照光。那或是涂抹一些外用药物，像类固醇之类的药物为主。那随着进展的话，我们可能会考虑加上一些口服的化疗药物，或甚至到后期需要的时候，可能是用注射的比较高剂量的化疗药物去辅助。那当然还有放射线治疗，可能从头到尾都有一些对局部的病灶可能会有帮忙。医师表示，目前也唔知影蕈状肉芽肿的发生原因，这当怀疑可能甲遗传因子有关系，因此也无特别的预防方式。而虽然需要长期治疗甲追踪，但细胞若是无过度改变，也就是转移，并唔免小过超凡。电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是多云，有时好天，温度27度至32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3级到4级，上大阵风6级。8月26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